新闻上也看到您直接下去迎接来质疑你市政、立委、议员，怎么会心血来潮直接下去面对他们呢？这很简单，这分成2个部分。第一，按照罢免选罢法的话，1年以上才能够罢免。这些人在高雄敲锣打鼓，一路不停的呼喊要罢免市长，罢免市长，根本与法律不合。那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？因为要打击韩国瑜市长跟团队的威信。那闽南语叫我一闹亏，我很清楚，这完全是政治运作。凡是我们这个市政府的团队做任何事情，都是不停的被泼粪。我们是不停的擦亮高雄市这3个字，希望海内外所有观光客来高雄观光，投资客来高雄投资，每天擦亮高雄。但是有一批人就不停的把高雄市呢就不停的泼粪，让你变得非常的暗淡无光，让你高雄市呢觉得很没有面子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罢免动作，完全是政治的运作跟政治的算计，非常非常的无聊。我满了1年，正式提出罢免没话讲，做了3-5个月就开始罢免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为什么不从我在娘胎里面就开始罢免我呢？那非常无聊。这些人很清楚，就是和你衰的对了，你让你没有面子，和你闹鬼的对了。我看得太明白了。第二，他不知道我韩国瑜的个性。我敢面对罢免，很简单，做得不好，当然应该罢免，所以我本人签字，我韩国瑜本人就在我罢免韩国瑜的罢免书上，我自己签字，接受高雄市民公平的裁判，做得不好，韩国瑜当然要罢免，这个有什么话讲？所以这些人呢，完全以为韩国瑜是个小孬孬的，错了，我是开大门走大路，不客气的说，我韩国瑜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你要罢免放马过来，我自己会签。第3名，现在我在市政府开会，一大堆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跟议员挤过来，在市政府门口叫嚣，然后通知记者罢免罢免罢免，我就直接下去，就面对你们，就他全傻了。第一句话，某一个立法委员就说：“市长，你不是在开会吗？”换句话说，他们抓我开会的时间，在我们市政府的门口，在那边敲锣打鼓的叫罢免。万万没有想到，韩市长本人来了。然后我说：“有什么话，静下来喝一杯咖啡，我们面对面来谈。不要怕，不要担心，心中有任何话，欢迎把它讲出来。你要罢免我，讲一个理由。我们市政府的团队，高市政府的团队，这8个月来做的几个局处长都快爆肝了，做的不好意思讲，都已经高血压上升了。”大家做的真的是面无人色，辛苦的不得了。水利局清水沟、清滞洪池、清排水点、清卫生下水道，然后整个沟渠接管所有的排水的工作。这个经发局不停的招商引资，观光局不停的宣传高雄。我们住房成长率比去年成长21%投资考察团最少来200个团以上我们的公务局不停的铺路，所有的路面已经铺了200条路，还拆路桥，才6座路桥都拆掉，而且明年底前，高雄市还有12万盏的路灯，全部要换掉，换成智慧型路灯。大家是没日没夜的在干，每个局处都动起来了，然后要来罢免，罢免我就面对你所以我就直接面对他们。所有的好朋友要了解韩国瑜的个性。我绝对不是一个鬼鬼祟祟、偷偷摸摸的个性，有什么事情面对面谈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只要对高雄市民好，只要对高雄市建设有帮助，我们都很乐意交换意见，完全没问题。